这个地方呢，那过去是我们台盐农田储运站的一个工作的空间。那我们当初在规划怎么去运用这一块狭长型的一个场域哈。那因为这个地方在台盐公司离场之后，105年台大考古队来进驻这个地方，来运用前方的这些这2栋的一个空间作为他们台大考古队的工作场所。那其实也正式开启了这个地方一种文化建设的一个契机哈。那你们看到的现在的屋架和木梁的部分，都是原本保留下来的块木的部分。那我们整个状况良好的木头的话，我们就是局部的修缮。那如果状况比较不好的话，我们会用相同的木料做防腐处理，以后做一个抽换的处理。所以现在的木架的形式和样式都是原本传统的，当初这栋房子修建出来的原样。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建成将近400年，每个时期都留下一些建筑与文化遗址，因此台南可说是台湾文化资产最多的城市。在台南龙前车站附近有一处园区，保留了台盐、台铁、台糖以及运送乌山头水库重机械的水铁，呈现台湾早期产业运转4铁共构的场景。这里在2016年起逐步修复，定名为龙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是一处由产业遗迹转变为新生的文资教育园区。台南市政府将这里作为文资教育推广基地，为西北地区注入强大的文化资产能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这个地方过去在日治时期及战后都是很重要的所谓的重要物资的一个转运站。那包括在100年前乌山头水库兴建的时候，透过铁路把重要的物资机具运送到这边的时候，那另外又搭了一条我们现所称的叫做水铁，也就是把这些重要的这些机械运到乌山头水库的工地去进行整个工程。那台盐他们很多盐还有台糖的糖也都运送到这个地方，然后再透过铁路的方式运送到各大城市去。所以过去这个地方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物资的转运站。那同时它也是整个嘉南大郡的水利系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点，让民众来这边可以了解我们台南的这些文化资产，同时也透过这边的展示沉浸式的剧场，那来了解说整个乌山头水库跟整个嘉南大郡的整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发展，成为台湾第一个以文化资产为主的教育园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会第3届第5次定期会7号召开第2次的天委会，会中讨论市府各局处的提案，总共28件，全部拢是中央的电付款案，总金额3亿外，最后所有提案顺利送大会审议。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5次的定期会，确定对4月16到6月24来召开。7号下午召开第2次的定数委员会，由赵一麟、郭信良议长主持，委员蔡玉辉、林志典、李宗翰、吴亦凡、周义驰、加罗军福议员拢到场。市府方面由副市长戴谦、秘书长方进成带领各局处的主管列席。会中讨论市府各局处的提案，总共28案，全部拢是电付款案，总金额3亿94万外。中央补助2亿7千多万，地方配合7399万2千块，全部提案将送大会来审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应丰富食物生态，台南公园如何保护兼顾文化教学推广，一直是台南社区大厦关心的焦点。其中，伫社区大厦担任台语讲师的陈铁义，就透过台语诗文的创作来记录台南公园的生态观察。
结合该新册正式发表，将免费提供民众来睇。开园到今已经超过100栋的台南公园，社区民众伫遮享受丰富的食物甲情感的交流，一直拢有故事诞生。其中，台南社区大学邱公民到伫羊蹄甲服务7天，感受生态对危机到转机。对陈铁义来讲，除了生态危机，台语文的保存嘛有危险，所以结合手绘作家王秀婵用台语诗文的方式来记录公园的花开花落，嘛算是一本导览的册。阿公含囡仔做伙就转换做华语，啊那咱家己咧讲话就讲台语，所以变成囡仔要学台语的机会就较少啦，吼，所以慢慢会消失去啦。透过这本册吼，会当搁互咱搁较再一次吼认捌台语伊的水，啊而且咱会去甲使用，吼，因为伊有一个导览的作用，咱摕这本册会当讲互囡仔听吼，会加捌一寡这个花草的知识，嘛是袂歹啦。这本的文字哈，它因为比较描写比较细致，还有深刻的一些情感，它比较抽象，所以我用黑白的线条，想要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感觉讲伊用杨阿姨来做一个主角，来做一个生活，会平时，伊呢，伊恋爱伫遮，伊的家庭伫遮，伊散步伫遮，甚至呢，伊看到的人生的过程，甲这个公园呢，拢有一个生活的结合，所以讲，安尼呢，咱伫写呢，一个生活的节奏，这是真趣味的本册。今年的花季无来，囝生啊芳，互伊天袂开目，袂当烧咱的历史，互豆草钱的美学袂成真。这本新册除了文字甲绘本以外，也特别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来念诗配角，互大家看有台语文，嘛知影安怎念，感受台语诗的水。发表会中，知名作家王美霞嘛来到现场，对着结合环境生态甲台语诗文的新册相当感动。咱所写的对于记忆的台语诗呢，我感觉足感动的。感动是因为林瑞明老师啊，伊捌定定伫台南公园咧散步。散步的时阵呢，伊就写一首诗给叶迪。伊就讲，迄时阵是因两个人吼，伫迄个台南公园的基地，共款散步，共款听迄个蝉仔的声，共款听迄个风咧吹过基地。迄个变成老师的诗内面最美丽的部分。但是咱会使用安尼，这本册内面的所有的诗，一个一个记伫咱台南市，咱对这公园呢，足侪爱，甲足侪感觉。我相信，这对咱后一代来讲，是咱留下伊上好的资产。台南社区大学表示，这本册伫日韩建设赞助，将免费提供予图书馆甲学校，予学生方便阅读，嘛欢迎有兴趣的市民来睇。社区专线061-261-5671。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曾经台南七股地区的知名能源业者，拄来到伫奖学金等教育资源来回馈地方，七号更进一步推出再生能源的儿童绘本，关乎七股区的10间小学，希望以阅读列车形式，对第一站台南出发，将能源教育向下扎根。全国各小1年到3年级的学生，一人一本绘本，较早日头，拄来是一本认识能源发电历史、甲再生能源如何发电等内容的册刊，嘛是日能业者首创第一本再生能源的儿童册。会中透过剧团义工故事甲生动活泼的表演来彰显绘本内容，希望启发囡仔阅读兴趣，甲对环境友善的重视，调味相当趣味。像太阳能板呢，它是像雕像一样，就站在那边，然后呢一动也不动，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所以啊，它不止不会吓到小动物之外，还可以让它在下面乘凉，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太阳能板本身它的材料，还有它的架子的材料呢，都是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质哦，所以啊，对我们的土地是不会有影响的。透过阅读，能够启蒙孩子对这个能源知识的兴趣，那它也会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可以让亲子跟师生一起共读，
多增加一些互动。那因为坊间上我们看到很多的环境教育啊，或者生态教育的童书，可是对能源教育似乎少了那么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企划的这个绘本的主要的初衷。那因为我们学校本身也有太阳能板，好，那借由溧阳能源公司更专业的介绍，我觉得小朋友他可以借由这本绘本，知道一下，更清楚的知道说太阳能的一些结构，还有说，要怎么样来利用这个再生能源。能源公司透过剧团表演，嘛借此澄清外界对太阳能发电会伤害土地、会污染的顾虑，强调是要甲7个共生共赢，甚至无得卡因为为本，互囡仔想要投入能源事业、加入工程师的行列。根据了解，业者第一波行动伫7个，总共10间适合，捐出272本。接刷外滩的列车，也搁要前往屏东甲花莲，亲近到偏乡。早安，太阳，太棒了！今日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儿童艺术教育的暑假夏令营总共分5个课程，其中东区大同国小透过跨校甲跨领域老师的带领，运用德客环境当中的各种素材来进行立体创作，同时发表成果。德客水环园区伫这几档经过市府的整治，现在成为生态、休闲加亲子佚佗的好所在。而周边的大同国小更加结合德客的水环。发展校本课程、德客艺术的乐园，并且结合今年儿童艺术教育节的课程，上午进行发表。这一次呢，我们是跟台南市2021儿童艺术教育节做结合。那我们做一个竹溪的先驱课程。那我们在这边呢，竹溪课程就是我们的校本课程，我们的老师带着孩子去探索竹溪。认识竹溪的环境，走读竹溪，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从走读中认识竹溪，然后发现问题，寻求答案，展开解决问题的一个行动。最重要的是，先驱课程呢，是我们的老师结合科技、人文、艺术的跨领域课程。我认为这一个课程非常的赞，而且它值得推展。那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面呢，他学到有人文、有科技的一个艺术的课程。上午的成果发表，包括教育局长陈新辉以及跨校跨领域的老师，拢到场出席，包括周边的中明、中校加德高国小，甚至咸水的南投国小，嘛拢由校长加主任到场。发表会中，教育局长更加化身为德客游乐园的设计师。甲现场的学生来互动，唯一不可被机器人取代的一种软实力，所以我想我们的孩子应该给他们从小来给他们培养，给他们计划。那刚刚看到一个学习历程的纪录片，其实孩子在那个动手做的合作、动手做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小朋友又谈到了学到彼此之间相互的讨论。那讨论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些思考，就创造思考，怎么样把他一个作品能够呈现出来，互相的激荡。然后其中呢，其实也是会融入平时所学到的各领域的一个知识，所以包括这个人文历史，还有包括自然还有艺术人文，甚至连科技一起融到其中，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学习。这项德客艺术乐园的课程，透过讨论。甲运用各种的素材进行乐园立体创作，由学生收集德客丰富的生态声音，透过编曲搭配各种的美术场景以及 AI 的辨识技术，以游园车的概念带领参观者游览美丽德客艺术乐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湾知名的大提琴家张正佳，这几年来持续推动亲子音乐会，希望培养少年一辈会晓欣赏古典音乐，甚至爱上歌曲。这摆将伫5分早来全新的儿童歌曲，而且相当的大心，结合卡门顶侪经典歌曲精华，互小朋友会当集中精神一摆欣赏。大提琴家张正杰老师又搁转来啊！即届伊早着大人囡仔拢上爱的亲子音乐会，以着歌曲为主题，将知名的歌曲精华聚集做伙，并邀请侪位的声乐家共同参与，互大人甲囡仔会使轻松熟悉歌曲。虽然演出的时间伫5月16号，但是现在因为票拢卖到差不多啊，所以张正杰老师也提醒想要买票的民众，要赶紧来抢票。5月16号的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儿童歌剧院，其实还有那么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超前部署，因为我们票剩下不多了，所以我必须要非常赶快提早来，开记者会来跟大家宣布说票只剩下100多张，所以我们就要赶快邀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赶快来买票哦。那这是我的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通常歌剧通常都要几千万的制作成本。我让大朋友、小朋友200块、300块就可以来听，然后大家听到歌剧那个头就变大了，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听得懂，或者怎样，保证你听得懂。我把这个大家一生要听的10几个歌剧，把它当做一个晚上，把那个最精彩的片段介绍给小朋友、大朋友我讲错了，应该我们是下午的音乐会了那不过这个就是我希望让小朋友不要害怕的听音乐会，更重要的是他听完张正杰亲子音乐会走出去以后，那个心情是愉快的，是马上问爸爸妈妈说，我们下次哪个时候再来听张正杰亲子音乐会呢？这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我都希望大朋友小朋友喜欢上古典音乐会来听这个儿童歌剧院，你就知道。即届演出的票价犹原是300块到200块，会使有遮尔俗的票价，是因为赞助单位的支持。想要熟悉歌曲，或者是想要听到张正杰老师演出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场精彩的亲子音乐会。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人工智慧运用愈来愈普遍，为了栽培相关人才，现代甲日本相传学校合作已经开始进行交流的计划，同时跨国签约。现代为了栽培 AI 机器人的专业人才，特别甲日本从事教育甲制作机器人真出名的相传高等学校合作，双方透过网络连线完成签约仪式。Now please rise and present the MOU to the camera. Again, thank you for gracing our signing ceremony with your presence. Hope we can meet our friends in Japan very soon. 签约仪式过后，现代校长表示，未来双方将进行教学学生跨国连线上课、甲学者的参访等相关合作。其中共同的课程已经开始规划，预计2021年8月第联合教学，对学生专业的栽培甲拓展国际观有真大帮助。台南新闻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万历第12档的台港文化节，今年活动相当的多元丰富。4月一开始，就大型马戏团甲剧场的表演，接续社区大学台港分校嘛推出社区的音乐会、艺文社团的博览会等重头戏，希望让民众透过参与了解地方特色。台港文化季今年迈入第12档，同时今年也是台港文化中心启用满2周年。这届以着台江幻想曲为主题，安排一系列的活动，将要对4月份一直进行到9月份，长达半年的时间。这届安排的演出，除了精彩的福尔摩沙马戏团以外，也佫有豆子剧团等丰富的艺文活动，希望让参与的民众会使感受到多元艺术的吸引力。
今年台江文化季是迈入第12年，那也是我们台江文化中心开馆满2周年的一个时间点。那特别在我们满2周年这个时间点，我们特别规划一系列的活动，以台江幻想曲为主题。那首先我们在4月10号，我们邀请到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来做我们的户外的开幕演出。那接下来呢，4到6月之间呢，我们在剧场也特别邀请了从台北下来的明日呵呵制作所所演出的儿童音乐剧《小鹿决定去远方》，那还有年轻人喜欢的打卡，那还有孩子喜欢的豆子剧团、苹果剧团等等非常多的一个剧场表演活动。那同时我们在户外呢，我们也会把我们这几年我们很多的团队在台江文化中心驻馆的成果带到社区来演出。我们有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所带来的《大脚门神》这个作品，我们会到台江的社区来做巡演。那当然也有我们开幕大戏《海港印》，海港印这个作品也同时到社区来做这样的一个呈现。这届除了表演团队精彩的演出，文化中心也规划了剧场背后辛苦的技术人员的亮点，同时也佫有台江地区学校带来丰富的音乐表演。那同时呢，今年很特别，我们安排了2个展览。一个展览是我们针对剧场的技术人员的一个摄影展，会在我们的台江文化中心剧场东的3楼来做1个月的展出。那同时也会在园区来做一个另外的艺术的灯光呈现的部分。那同时呢，我们这10几年来一直跟我们台江社大这边做非常多的合作。那我们会以我为家乡写歌这个音乐会来做一个开场，在4月16日晚上，在文化中心的剧场来做一个开幕的序曲。那2个月之间也非常多的我们在地的学校、在地的青少年的一个社区音乐会会同步来展开。那这2个月到3个月之间，非常丰富多元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拨个时间来到台江文化中心看看表演，走一走，然后认识我们在地的家乡，认识在地的台江的文化。台江文化季对台江地区民众来讲，是一年一度的盛会。透过地方甲政府的力量结合，将艺术带到社区，并以着无同的形式来呈现，互民众会使亲近艺术。也邀请市民朋友踊跃来参加。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南区盐埕是台湾拍盐的发源地，具有历史文化意义。虽然时代转变，不过当地依然有真侪丰富的文化资产，所以市府就以盐埕作为中心，串联附近的资源，规划了散步导览路线，提供游客更多元的观光体验。南区盐埕拍盐的历史会当追溯到荷治时期，为着台湾第一盐之称，周边的老聚落、庙宇、美食等等，拢深具吸引力。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规划南区盐埕散步路线，将当地各个文化景点以及美食小吃串联起来，要来推荐给国人大众。希望像咱台南市其他的所在的朋友，其他地方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观光客朋友们，介绍我们盐城的这个历史文化的底蕴其实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从台湾第一盐到庙口的小吃，从这个出张所从这边，然后一直到我们整体的这个盐城散步路线，其实让许多外来的朋友们，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或是其他台南市其他地方的朋友，深一层深度的体认、体会、体验我们盐城的过去走过一段的这个历史。台湾第一盐，这个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那盐城的一个文化跟历史也紧紧的跟我们在地的庶民文化它是紧扣在一起的。那也跟我们的宗教信仰是走在一起的。也诚如邱老师讲的，我们的多元跟我们的多样也导致于我们在地的一些风俗民情跟我们的美食的特色，也都在这里面发扬生根我们整个的起点从盐城图书馆由蔡玉章建筑师来创作的这一个盐跟盐的一个结晶，有代表着书的一个堆叠历史的一个堆叠跟知识的堆叠。那走到最后一站呢，我们会让大家好好的来品尝我们的美食，它会在盐城的这个北极店做一个总汇集目前台南城市散步有12条路线，
现在搁加上咱区盐埕路线推荐给国人，尤其盐埕地区是台湾上早拍盐的所在，路线以这个历史场景出发，搭配现有的观光资源，规划大约2点钟的散步路线，让民众亲身感受盐埕的文化历史。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以上就是4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非常感谢你收看，咱再会。